好波雞。好啊，兜啦，龍哥。翻你最高。咩？邊個嚟啊？邊個嚟啊？得得靚㗎啦！舉手啊！舉手啊！大家。過場啦！過場啦！扎零度，扎底線啊！記住。發雞，你死嗰隻。嗰個。係啊，俾後邊啊，喂，記住啊！Good day, good day, good day. All the way, all the way. 籃板啊喂！多咗！翻你最高。咩？多呀！我哋幾冇人。呢個波啊！如果唔就係我呢把，如果佢唔就係買蛇個。哦，係得㗎啦，得㗎啦。後冚嘅後冚。翻你最高。整啲蛇啦，我啦。咩？繼續兩啊！加。我想講樣嘢，爺爺你唔好咁高攞波，因為你會引到好多人溝。你喺北部我哋摸錢溝唔到你波，佢又好大。即係喺各位擔心。頭先係6分都太出啦！佢哋交個位太細，你留翻少少個北特別。如果頭先做翻頭先你做啲嘢咧，你上頭啦嚇。唔使諗咁多。仆地六嚿嗰隻。入，繼續。佢咩點？繼續掠，係啦。手啊！喂，繼續掠啊，後面唔使理你㗎。爆你進攻！
記得。 8秒進攻，5秒。繼續。斜出街你㗎。睇下要唔要開始嚟啦。七個波，唔使理，其他唔使理。 6號2分。係 good ball， 繼續，手住攞晒 good ball。等椰子啊！嚟波！唔緊，嚟波！你要落攞佢，阿布出世。椰子睇多隻，椰子。係 good ball， 咩位攞啊？喂，嗰球應該要攞啊，冇得睇啊！開平啊！緊啦，要睇啊，兩個要攞嘅嗰球，冇得唔攞啊！多數冇分牌。一係咧就冇做靚仔球場。要攞！贏波！啱望落去係咪先過啊？1分鐘。係官部手靚，喂，但要喂打球，繼續。
門啦，喂，打球喂！耍球！唔大規啊，唔大規！耍球 ，good ball，守住。多領到！喺6號出晒波，底線。放你進攻。係 good ball，緊 good ball。佢個 high low pull 咧，可以拆到啊！你開始拆到啊！係啊 ，OK 嘅。喂，出得好，但係都係當功夫。阿富，阿佳過嚟。佢哋個 high low pull 咧，如果個6號唔喺你嗰邊，你要收翻落嚟。個6號如果唔喺阿佳嗰邊，收翻落嚟。你哋兩個 high low pull，佢頭先係自己投啊，佢啱啱過比數22-15，巴西領先。